114學年度全國高中生上甲類技藝比賽，台南高商已經連續第3擺升班。該比賽對12月1號開始，匯集136間學校519位選手來台南車拼，爭取平面設計、商業簡報等高大質類的76座相關演武金球獎。4號上午盛大舉辦頒獎典禮，教育部國教署署長親臨現場一一頒獎，除了勉勵學生實現夢想，成為台灣之光，嘛承諾明年度將加碼2億來加強技職教材。企業家先給我們機會，聯合人才獎勵金要非常的多的獎勵，政府也在後面希望能夠堅持跟支持。我們希望在115年度，對各位所有參與技職的夥伴，希望能夠持續強化。我們希望能夠再補強投資2億元。台南高商今年升班嘛是首次提供所有比賽所需要軟硬體學校，用相關的規格為選手服務，為培育國家商業人才盡一份心力。數位動畫就是今年我們因應了企業人才的需求而增設的。那本次主題呢是難得幾手全之棒，張繼上人戰鰲頭。那充分顯示我們這一次競賽的一個廣度以及商業培育人才的一個必要性。所有來自全國各地得獎精英甲指導老師嘛紛紛佇校園留念，期待繼續為目標甲技職教育邁進。因為我本身就對程式蠻有興趣的，然後希望能夠更精進自己，所以才選擇選手這條路。這樣，希望統測能夠考到台北的大學。開始選技職其實只是因為會考有點時長，然後分數剛好到了。但是從高一開始讀上課就發現還蠻喜歡的，所以也很開心。看到學生能夠在技術的方面找到他們的舞台，其實我是覺得是有時候都是教學相長。那我也覺得其實技職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對於這種 UI/UX 的界面設計，其實對我們台灣的人才培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三學合作嘛，一直是技職教育發展的重點，所以透過每學和學生提早進入這場理念，以及廠商認同熱心的贊助，攏成為比賽袂當欠缺的後盾。會中署長嘛以頒發感謝狀為活動為學完美句點。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